你有兄弟兄姐平安平安，真欢喜伫主日的早起，圣殿甲大家三甲组织，咱三甲来祈祷。主比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我的平安，感谢你伫今仔日早起无风无雨，互阮会使平安来到教会。阮知影。伫即几日的风雨中，侪人受到影响。毋过主啊，因为阮倚靠你，因为你是阮的牧者，阮就无欠缺。阮伫遮失去的，相信你就伫遐给阮补助。主啊，阮感谢你。阮将今仔日早起的祈祷会，甲敬拜学路，拢交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甲阮同在。我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常常有人问，耶稣甲你的关系是啥物？有人讲，伊是我的避难所；有人讲，伊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是我的盾牌。其中上侪人讲的是，耶稣是我上好的朋友。咱同心来唱这首诗歌。至好的朋友，耶稣。谁人了解你可笑的心情？关心着你，可是却拢无你。谁人会知？你深深的秘密，伊是耶稣，你至好的朋友。无论伫倒落任何环境，伊拢愿意甲你同行。
耶稣，你最好的朋友。伊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咱先来为家己祈祷，若是咱的内面有歹的念头，是上主无欢喜的，咱要安怎来甲伊亲近呢？咱同心来认罪悔改，求主互阮听厝边亲像家己的心，除去无好的想法、甲生活的方式，改变咱家己，成做上主甲伊的囝儿。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心内真歹势，因为阮拢有得罪你。有时阮会贪心，会自私，爱批评，甚至连家己讲毋对话的时阵嘛毋知影。主啊，求你赐阮力量，互阮日日读经、祈祷，将你的教示藏伫阮的心肝内，时时警醒，袂阁再犯同款的错误。也求你怜悯。赦免阮的过失，互阮伫你内面得到改变。有一天，咱会当行公义、心存怜悯，甲上帝三角行。感谢主，你听阮，无放弃阮，阮将阮的心搁一届交伫你的手内，由你来引带阮，改变阮，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谁能了解？下的心情，关心着你，可是却拢无你。谁人会知你心情的意义？伊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无论伫倒落，任何环境。甲你同行，袂予你孤单。无论是艰苦难担，伊拢愿意甲你做伴。伊了解你，平安的赐予你，伊关心你。可是却拢无你，伊真疼你，为你牺牲家己。伊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伊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第二段，咱要为教会来祈祷。为着你所知影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兄弟来祈祷，为着开始伫咧进行的教育中心1楼、2楼甲地下室的工程来祈祷。第三就是后礼拜就是富强49周年庆，40，所以咱就要进入50喜年，求主互咱的团队周期的时间，成做正教会的网站，每一位富强人。拢成做主耶稣美好的见证，咱下头来祈祷。这颂感谢恁学到你，阮要为着阮教会做身体无爽快，还是拄开刀心灵软弱的肢体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你的保护常常压榨伫因的身体，不管因心神有偌软弱，主耶稣当你的喜乐进入因的心内底时阵，阮相信伊的身体会用得到你的医治。阮嘛要为着阮对面教育中心的这个翻修来献上阮的祈祷。伫这个过程内底，阮侪的小组长拢开放因的厝户、因的组员来伫遐聚会。
求主你来纪念因为着你诶所有的献上，嘛，或者的翻修的过程拢会一切顺利，而且伫这翻修过了后，主要说你来帮助咱后届伫遐，阁有客服班的囡仔，阁有侪囡仔拢会伫遮，阁有青少年，你常常阁到阮的遮所有活动三角地带，嘛为着阮教会50几年。主啊，你保守阮大家团队，在50几年这过程的陪伴当中，阮拢是会用来为主来做见证。阮将阮教会最事工、最会友拢摆放伫你的面头前，毋望你常常甲阮三角地带无会拢压在伫阮的中间。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无论伫倒落。到即几天的大雨，就侪人因兜的厝顶飞去，厝嘛放去，家具歹了了。客厅食饭的进餐、进过节的做事人损失足严重，连饲的猪有的嘛拢淹死啊！求主怜悯，互咱政府的官员有对上帝来的智慧，做出好的决策，互百姓会当度过即个困难。咱开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求你怜悯阮即块土地，特别伫最近5月，因为风台甲大水，造成中南部侪所在大的损失。求你帮助因，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恢复。阮也要为着这个国家台湾来祈祷，伫这个大变动的世代，经济快速的变化，有真侪人的家庭受到影响，经济拄到困难。求你带领阮会当度过这种经济的挑战，也恳求你，互阮的政府官员、甲立法委员。会当同心，为着国家来努力打拼，互国家会当安然徛在，百姓会当安居乐业。也求你，互福音会当遍传台湾。阮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是人苦担当。
无你，伊真疼你，为你牺牲家己，伊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伊了解你，平安要赐予你，伊关心你，可是却拢无你，伊真疼你，为你牺牲家己，伊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伊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请爷这起立，咱三到主席来敬拜主。唱第二摆的时阵，请你找5个人，甲伊讲，感谢主，咱搁三到主席来阿罗主。咱
是我的力量，是我开来的源头，是我患难时随时的帮衬。你堪知所有的恶路，主啊，我要讲，我感谢你，我爱你。耶稣，真心有个，堪知所有嘅大乐，天顶地下，万人宣扬，你是弥赛亚。耶稣，真是有个，堪知所有嘅大乐，天顶地
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谢谢，呼乐上主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地打开，我上帝至尊至宽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姓拢敬拜，愿有感恩尊严，奉献你宝座前，千千万万千军，你我敬尊，主下感谢永远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声饮食，我乐上帝主名。现在，现在，现在，尊严高万世代，阿罗三位是独一大主宰。阿门。我要学了创造宇宙万物，拢一切是主所创造，阮独一三一主上帝。这是你美好恩典的时刻，也是阮当心主的敬拜的时刻。虽然过去这日，阮台南地区拄着大大的风雨，总是主你伫风雨的中间做王徛在。当阮倚靠你的时，阮就要安稳，阮就有平安，阮就有上帝你赏赐对天顶来的祝福。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伫早起主你的圣日，阮无受阻挡，会当心自己到上帝你的面前。这是阮对你领受的恩典甲福分。阮今仔日为着爸爸节来献上我的感谢。也为着爸爸来献上祝福，愿主你也通过阮的敬拜较服侍，主你的话诚做阮起造一个美好上帝所赐福家庭的一个基础。也愿上帝的恩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伫地，愿荣耀归伫主，这个敬拜上帝你应允甲接纳。愿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请由愿徛地，咱大家齐声做伙来纪念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感谢主，大家请坐。这是咱做伙来看《启示文》，《启示文》35篇，诗篇第7章。
我的囝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要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追求智慧，追求聪明，毋通袂记得。毋茫弃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学了你的性命，因为你做王掌权，你的慈爱永远无变，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今仔日，阮带着感恩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同心敬拜学了你。主啊，阮将今仔日两堂主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圣手，愿圣神亲自充满每一个座位，运行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专心仰望你，较无你的话语。恳求你圣神运过牧师的喙，伊所传讲的信息会当刺插阮的心，叫听到的人灵命得到造就，生命得到丰盛。主啊，阮也为着即几工因为大水所造成的灾害，向你来祈祷。特别是有生命的失落，求你亲自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失去因所有的目屎，互因得到安慰。也恳求你存你的圣手，帮助阮伫损害早一日来恢复，百姓拄着保守甲平安。特别伫中间的过程，有你的恩典甲扶持，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事，也为教会来祈祷。感谢主，你伫49年来赐福你的教会，借着历任的忠心的牧者甲信徒，忠直同工，建立门徒，教阮正确的信仰，互阮众兄弟姊妹同心合意起造你的教会。阮愿意继续谦卑来服侍，兄弟姊妹互相扶持，行天国的道路。互50岁的富强继续为主奔驰，传扬圣经的福音，荣耀主的性命。只是阮也有特别为着身体有病痛、心内有忧闷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愿你存你医治的双手，叫因的身体得到健康，心灵得到开发，伫困难中真实经历你的医治甲扶持。所以阮也为着所有的老爸兄弟来祈祷，主啊，求你纪念因为着家庭所付出的辛苦甲责任，享受智慧甲困难，互因伫信仰中徛在，做处理属灵的头家。也愿你大大祝福每一个爸爸，
伫父亲节即日得到天顶来的喜乐甲恩典，满满欢喜伫心内。阮一切的儿乐感谢甲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阿免。恭敬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的圣经。第一位圣经《申命记》6章5到7节；第二位圣经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恁着专心、专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的话，着记伫心内。嘛，着温群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地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第二位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做父母的，毋通结恁的囝儿受气，着照主的管教来教示因教因培养。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的人，搁照着伊话来行的人。即是咱请注意学来献诗，有你伫地的所在。献诗完，咱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来讲道。老爸的天职，儿女的荣耀。
咱搁甲这边小朋友，大家甲拍拍啊，鼓励一下好无？啊，真感谢主吼！咱昨昏哦，听到市政府讲，因搁要停班课啊。啊，一个月前七月初嘛是风台，啊，即届讲是落大雨安尼吼。啊，所以昨昏呢，咱小伙就讲，哇，即声若落大雨吼，啊，毋知做礼拜影响袂吼。啊，就已经先甲主一路问啦吼，问讲啊，恁小朋友风台啊会当来，啊，迄落大雨会当来袂安尼？啊，咱的校长讲安尼啦吼，都来几个算几个啦吼，来说啊，若无老师甲小朋友做伙唱安尼，啊无拍算讲啊，这个天气也是咱袂当按算啦吼，早起甲即阵甲成拢啊无落雨的款，啊咱当接顺序吼，啊咱兄弟姊妹拢真正常出席聚会啦吼，啊毋过咱昨昏小伙就惊讲啊，今仔日毋知落雨，大家吼，即个爸爸无大家拢总教。啊，所以一点甲咱会失礼哦吼，咱即个爸爸节礼物吼，后礼拜来分啊，所以你今日有来，后礼拜爱来哦吼，啊，咱一个小礼物要送互大家。这个爸爸吼是上帝祝福恩典的囝儿啦，咱甲隔壁做爸爸讲，你是恩典的爸爸好无？甲隔壁祝福一下吼。啊，实在是上帝恩典的爸爸，实在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吼，有圣经的根据，所以咱要今仔日用圣经的话，大家搁一遍，甲这个爸爸做勉励啦吼，毋是讲甲因恭喜祝福，啊，祝你健康啊，事业兴盛俩定。爸爸伫家庭的内底，迄个圣经互咱的角色真宝贵，啊，咱要三甲来学习，咱先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听，互阮做伙来经历这个。恩典的主日，阮为着爸爸节来献上感恩，啊，阮为着每一位爸爸伫上帝你所应允，这个岗位就是伫一个家庭，诚做一家之主，这是上帝你奇妙美好的安排甲设计。我若要通过圣经搁一遍来明白，当每一个做爸爸有上帝你属灵的恩典、属灵的呼召、属灵的应允，愿阮通过这个大家彼此去做。我伫你面前，将主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也愿圣神亲自启示阮。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的主题讲叫做父亲的天职，吼，天职咱大家听嘛，谁知？啊，就是做老爸吼，啊应该做拢爱做啦。而且天职的内面有啥物是优先的，啥物是要紧的？啊，老爸是儿女的荣耀，免怎活出儿女的荣耀，是今仔日咱所要学习的。咱小等的经节会去做一个学习吼。当圣经内面呢，有无共款的经节，在表明咱做士大，特别是做老爸，迄个教养儿女吼，三项圣经的原则啦。啊，这是对圣经来，毋是咱家己想。当然，你当想5项、6项拢袂要紧，但这3项也是圣经原则，互咱真大的这个提醒，啊，较优先就对。第一个就是讲，培养儿女是父亲的天职，教家己的囝儿，培养家己囝儿，是老爸袂当提示的天职。意思是讲，请人来教，较偌好的老师。拢袂当代替做老爸，培养囝儿女的迄个品格，特别是一个人生观，啊，佫较是咱的信仰，这个是老爸袂当推卸的责任。伊有所书说6章4节，讲恁做老爸毋通惹儿女的气就对啦，只要照着主的教示甲境界养育因。啊，即句话通常咱会去卡伫倒位呢？毋通惹儿女的生气。即款话改成啊倒并才对咧。你囡仔毋通惹老爸生气啊，是安那老爸要惹囡仔生气。啊，咱等下做一个说明，迄个话词吼为原文的意思啦。过来第2项也真要紧，讲儿女因的自我形象，伊安怎看家己？即个做囝儿4岁，安怎看我即个人？
讲是对老爸的嘴所出对因的看法。老爸安怎界定你的囡仔？你的囡仔伊的自我形象就会家己伫细汉形成。咱的囡仔去外面，人安怎甲咱讲，迄拢局部的若定。但是厝内老爸对囡仔迄款的形象讲的话，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是肯定的，是鼓励的，也是一种安尼恨铁不成钢，逐项拢歹，逐项拢无好，逐项拢无卡我的标准。即个要界定即个囡仔将来伊出社会也是大人了后，伊自我形象。所以箴言17章第6节，咱第26经节所对应的经节是讲：子孙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即句话说有点无共款呢吼，迄对应无共款呢。讲子孙是老人的冠冕。毋过老爸阁是儿女的荣耀，所以颠倒变对无？子孙是老人的冠冕，是子孙为主咧。但是第二句是老爸是儿女的荣耀，安尼表示讲儿女要安怎看见老爸所显露出来，互儿女通成做荣耀。第三，搁较决定性，对儿女讲的话。要决定伊也是伊的命运，对儿女所讲的话，要决定伊也是伊，就是囝儿查某囝的命运。即句对应的经节是记载伫箴言18章21节，讲生死伫指头的关下，喜爱伊的要食伊所结的果子。即句话看起来好像一个一般咱通常生活上的界面嘛。但是伊用伫遮的意思是，咱知影做老爸也是做士大人的，有迄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当你对家己的儿女、囝儿所讲出来的话，你的指头所讲的，若是负面的，若是攻击的，若是看轻的，若是责备的，讲迄个囡仔伊会食迄个指头所结的果子。这是咱生活上咱拢经历会到，但是咱是要对圣经讲，即个诚做咱属灵上帝，迄个属灵的即个设计，也是家庭的设计中间一个真关键的角色。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兄弟伊足认真做工课拍拼，但是毋知什么原因伊的囡仔无甲伊无亲。开始大汉青少年这是伫美国啦。开始就去参加迄夜店啦，去参加遐 party 啦，遐毋是讲足正当的活动的对，甚至美国有时少年囡仔就咧食迄个大麻。哇！即个兄弟足紧张足艰苦，伊就去问辅导啦伊讲我足艰苦，感觉讲我都遐拼生拼死也无欠啦无欠甲遐囡仔一项要爱啥拢互伊，那是安怎因到后来变安尼啦。即个辅导就甲伊问讲：你有想到上帝互你这做老爸的角色，你感觉你扮演了安怎？哇！即句话说倒问转来呢即个兄弟突然间一个足大的一个愤慨，伊感觉讲足不以为然的，伊讲。我认真拍拼，趁钱一份薪水，我著甲钱摕转去厝交阮太太出来就是阮太太照顾听起来都真认真敢毋是？伊佫加讲一句，讲若要讲我做比阮老爸佫较好安尼。即句话听起来是一般老爸足标准的答案呢。但即个辅导就甲伊讲兄弟你若想讲你做比你老爸较好，其实你是甲过零尔定呢。你老爸当初是对你无好，对你的伤害，迄是负分的，负50分。若对1分到100分，你老爸是负50分，因为无用正当的方式来教导你，
你即马认真拍拼，讲趁钱等互太太，互太太去照顾囡仔，你掠做你已经真对啊。其实你是甲较早欠50分，佮转来0分啊，定。哇！即、个兄弟惊一条讲，哎，我都应该是上负责任的老爸，是安尼甲我讲安尼。伊讲你只是平衡转到0分啊，并无加分。伊才开始咧思考讲，那到底老爸应该有的角色是啥物？咱以早有真侪即个家庭的一寡观念，拢固定，比如讲男主外，女主内。讲爸爸一个扮演黑面，一个扮演白面安尼吼。爸爸都负责趁钱，交互太太，太太就去照顾这个囡仔。爸爸出门，囡仔还袂醒。爸爸转来，囡仔已经困啦。是讲安尼，就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啊！但圣经内面甲咱讲，即款情形看起来是足负责任的，看起来足照起工的，也毋过无完全。所以咱就是要来学习讲，上帝伫老爸身上的角色啦。上帝伫老爸身上的角色，咱毋是讲听到一个专家讲，咱是讲无圣经安怎甲咱讲？咱大家三脚来思考讲，当安尼，咱做一个基督徒的爸爸，上帝爱咱优先要做什么？马拉基书4章60，咱真实的圣经讲，伊要互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救助遍地。上帝家要救助遍地的前提讲，爱互老爸转向查某儿女，儿女转向老爸。意思是，种种上帝要祝福这个世界，祝福这个世界。伊优先的次序是大人甲细囝迄个感情会当亲密，老爸转向儿女，儿女转向老爸。伊讲免得我来救助遍地，意思讲这项若优先做救助就袂来。你又想着讲，世间遮多的代志爱我做，是安那？上帝讲一句，这则圣经才是旧约圣经尾一节呢。搁来就新约啊！这个互咱一个真重要的警醒：上帝的计划对亚当夏娃犯罪了后，伊永远的计划就是救赎。好，甚至讲，咱要甲失去的物件、上偷去的物件，咱要甲买回来，也甲赎回回来。所以，咱基督徒的爸爸就是。当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阵，咱爱先明白主的心意甲计划。主爱你的心转向家己的儿女，意思讲你足多项要做，但是这项优先，甲老爸的心转向家己的儿女。因为咱必须要重新受起造。咱都爱对上帝话得到提升，意思讲对话来提升我，毋是想着人安尼讲，我就安尼做；人安尼讲，我安尼做，你做袂到，也是讲我做无完全，也是讲我无一定爱做。毋过圣经讲爱咱对上帝话来提升啦，对上帝话来得到提升。若无咱会亲像拄则咱讲迄个兄弟，伊掠做已经尽责任啊。咱会重复以往迄个错误的教养方式，所以有一句话讲，一个甲老爸无亲密关系的囝儿啦，老爸若是甲囝儿无亲密的关系，这点真重要。亲密的关系，较早咧讲严父、严爸、严老爸，严父到底是对啊毋对？严伫倒位？囝儿时岁感觉讲祝福的，足心祝福的，还是严是一个安尼激一个气势，毋过囡仔并无领受着。所以，若无亲密的关系，是生活伫即个世间即个风俗愈来愈歹的社会中间一个悲剧就对。老爸甲囝儿的亲密，袂当用其他的来代替，袂当用金钱、用物质。
来退换。咱都有看见圣经讲，以弗所书6章4节，做父母的唔通激儿女的受气，都要用主的教导养育来培养伊。上帝互咱正做父亲的角色，就是讲爱训练咱的囝儿，训练啦。咱伫家庭先栽培、培养、训练。咱都有讲培养儿女是父亲的天职啊。这天职就是讲，你较安怎好的老师，较怎好的外口的帮忙，拢袂当退换你。所以老爸袂使讲，我用钱来代替，吼，我用安尼去旅游佚佗来代替，是训练家己的囡仔。伊讲咱若无安尼做，这个世界就替咱做。你唔教吼，好这世间甲你教，教歪个试出，你要搁悄袂倒转来啊！所以上帝要帮助咱成做一个成功的老爸，伊有迄奇妙设计哦。你茫想讲，这敢有影？伊伫每一个囡仔的内心放一个愿望，迄唔免教哦。囡仔的内心对细汉，伊有一个渴望啊，就是愿望爱得到老爸的认可。这句话无例外，迄是上帝设计，迄个奇妙亲子关系迄个角色，别人袂当代替。当然，咱知影有真侪特殊的例啦吼，无一定老爸有伫身躯边，但是那通常咧讲的意思是，当老爸对囡仔迄种认可、肯定、鼓励，伊的囡仔心中会产生一个无形的快乐，迄个快乐吼，别项袂当代替。好像就一个礼物吼，无有即个比较好着对，被老爸认可。这就是咱拄则头前有讲起着吼，咱圣经培养囡仔的三项的原则嘛，吼，就是讲儿女的自我形象是出对老爸对因。会对嘴所讲出对因的看法，咱若是家己做老爸，也是家庭的人，你会当深深去体会着。所以，咱拄仔讲即句话，讲儿女的自我形象是出对老爸喙中所对因的看法，这是上帝奇妙的设计啊。所以，咱若是做老爸，无学习如何训练家己的儿女，咱就是在害因，互因失败。甚至某一个情况的下面，致到因的一生是悲惨的。伊是你失去家教，当然无一定大家拢往歹的行啦。但是伊若去互外面迄个无错误的观念，迄个社会迄个污染着，你救伊袂转来。因为老爸甲囡仔迄个认可迄条线断去啊，迄条线袂通，迄条线产生误会。所以兄弟姊妹，箴言13章24节，咱常常捌读过这则经节，讲不忍心用锤啊拍囡仔是训恶意，疼囝儿的随时管教。咱常常会甲即句讲用锤啊教囝吼，来教咱今仔日咱台湾吼，这教育界吼，即句话属敏感的呢。我举锤啊不得了啊，你著互掠去关呢。囡仔吼捌甲老爸抗议啊，讲吼你家暴，伊讲伊要告警察，你敢知影？所以即句话伫原文的内面吼，毋是遐尔明显讲用锤啊，讲锤啊出孝子啦，毋是安尼。迄有内面有足深的意思。咱甚至甲即句话讲不打不成器，来甲斗起来，用箴言来斗咱中文的即个俗语吼。严父出不孝子，会有一款的误解。伊讲这毋是完全对圣经的意思。即句话实际上是咧甲老爸提醒啦，就要听你的囝儿，认真思考安怎来教育家己的儿女。伊是讲，锤啊是一个意思啦，就是表示这个是你的责任，别人袂当推你，别人的锤啊都无效啊，你敢知？家己的老爸。教养家己的囝儿，这是圣经所对咱设计。希伯来书12章有一句话讲管教，咱
咱迄个忽略上帝管教迄扎经文伫12章内底，伊有一句话是希腊的单词啦，希腊词啊叫做培度哦，培度啊，即个话吼，事实就是甲咱今仔日所读以弗所书6章4节迄个教导管教，即两个有共款的背景意思。中文吼，甲伊管做，甲伊译做管教是刑罚吼，但是即个话是中文的翻译，无法度完全表达出所谓即个培度哦，即个话的意思吼。即句希腊语的话，讲是上帝安怎训练伊的儿女啦吼。啊，这是即个希腊文的原文啊，伊的即个发音就对啦吼。即句话那应该是包含下面即几项。做老爸上好的方法，上好标准，也是讲会当做较安尼下资格的老爸，就是老爸爱成做儿女的表率甲典范，毋是叫伊安怎做，啊你家己无做，所以这互老爸责任重就是安尼，老爸做互囡仔看就对啦，你袂使讲你去做，啊我毋做安尼，啊，即个常常咱就想讲，哎哟，讲都讲啊，讲到也无效啊！你也看讲，事实是家己无做啊！你叫囡仔要做，囡仔当然嘛无爱。第二，会当亲自甲囡仔讲心内话，这是咱足侪做父母的上大的困难。我都问伊，拢无爱应呢，吼！啊，伊心内咧想啥，都无爱讲呢？啊，即个问题出伫遮，有法度人开拓即个。甲家己的囡仔，咱讲促膝长谈啦，会当安尼啊，伊有意思讲你有好的沟通，无对立，即个是老爸第2个任务。第3是讲，毋通做直升机的父母，毋通做直升机的父母。什么意思？咱较早即句话是咱台湾家己发明出来。直升机的意思，就像咱现在吼，最近毋是拢落大雨吗？吼啊，淹水吗？哇！有啥物所在吼？雨水淹啊，直升机随到吊挂，啊，就随到救起来。咱做老爸、做父母的，若是做直升机，比如讲，囡仔伫倒位发生代志，啊，你等下住遐，啊，等我哈，安尼，拢袂晓教伊讲，你安怎解决，你安怎处理，啊，我老爸替你解决。囡仔永远咧听候伊只直升机就对了。啊，第4项，你爱有一个。生活的准则甲规范，你家己安尼做，你的囡仔对你安尼做，而且想法有依据啦，毋通安尼啊，情绪一个来啊，念囡仔骂囡仔，啊有时佫对伊遮好，囡仔想讲到底老爸是咧想啥？什么事会对我好，什么对我歹，我拢无法度通一个根据啊。所以纵然的意思讲，你若答应，毋通去凊彩答应，若答应你爱做甲到。啊，若无囡仔想讲啊，伊拢罔讲啊，罔讲啊，有讲啊，当作无讲，故意就家己的耳孔、家己的心关起来，啊，老爸就应付就好啊，毋通冤家就好啊，安尼。搁一项，咱知影囡仔需要管教的目的是亲像咱的教练吼，教练咧操练选手，你必须爱磨练，啊，你咧走，你咧运动，啊，你要较速度较紧，你咧。球类的比赛要较遐尔精准，你拢爱一摆搁一摆训练。即几工咱台南吼，啊有咧举办迄世界迄少棒赛啊，吼少棒赛，啊就是讲伫 U12啊比赛，啊看到遐囡仔吼，哇，每一个都有大将之风呢。迄球安怎拍，安怎走，吼拢足有架势就对。啊，迄我想讲好啊，这囡仔昨昏吼落雨落甲大甲伊嘛，照常伫遐咧拍球啊。伊也袂讲，哎哟，雨来啊，要救起来，啊，一定是平常时教练拢甲因训练好啊。啊，你若无操练吼，一个上场吼，就惊啊，就紧张啊。所以兄弟姊妹，塑造囡仔的品格是圣经对教养囡仔上重要的一段。伊的品格，伊的品格就亲像伊的基础，像一个骨架共款。啊，所以训练甲指导，伫拄则咱读的迄希腊语的中间。甲培养塑造性格有关的，毋是单纯讲啊，找啊囝来就解决啦。也是讲
囡仔生气，意思是你爱关心、爱教导、爱培养。但有几个建议啊，就是讲，咱爱学习融入去家己的儿女，融入去家己的儿女。另外一个故事讲吼，一个辅导吼，伊伫美国，伊甲一个朋友吼，要主持一个规划吼的会议啦吼，财务规划的会议。伊甲即个朋友吼，安尼安排好啊，设计好啊。但是伊即个朋友甲伊讲，有一个时间表会当甲你调整一下无？好，即个伊即个朋友叫顾大成啦吼，伊甲伊讲哇，我有一个大合需要甲你调整迄个时间表呢。伊讲伊有一个已经大人的查某囝，伊就讲已经成年啦，伫外州咧工作啊。伊迄个州叫做 Minneapolis 啊，迄个所在迄个城市吼。伊讲伊要来开车来看我啦。伊讲啥有啥物遐重要的代志吼？甲恁查某囝要来找你吼，时间改一下不要紧吼，时间表调整一下，迄段时间恁查某囝要甲你相找，要甲伊调整时间。即个顾问吼讲，听了讲无问题，毋过吼，当即个顾大成转来了后，即个顾问就甲问讲有顺利无？就甲伊查某囝见面啦。伊讲真好啊，伊就好奇讲恁查某囝是来遮工作吼，是毋是？伊讲毋是。伊即个佫甲问讲，无伊来遮是啥物原因？是要来甲你讨钱，还是要甲你讲啥物代志啊？讲无啦，无。伊开车开5点钟来找我，就是为着要甲我食一顿饭安尼。好即个顾问想讲，较奇怪。真好奇啦，佫甲确认讲，恁查某囝对面啊 Police 开车5点钟来，佫开5点钟倒转去，5点钟等于咱台北走一逝，佫倒来一半呢吼。讲为着要看你，食饭讲2点钟，你食饭2点钟，开车10点钟。伊即个顾问感觉讲，即个顾大成来讲即个话，若做讲啥物重大的代志咧？原来是要食饭尔，伊遮尔慎重，甲改时间表。伊甲应答讲吼，是啊，伊就是为即个代志来，为着要来甲我食即顿饭。伊讲除了我的太太以外，我的查某囝是我上好的朋友。我的查某囝是我上好的朋友。哇！即个顾问听到即个顾大成甲讲了，伊讲哇，即个专心的一个观念，互伊惊到就对啦。讲伊嘛感觉讲真困扰，讲毋知影讲老爸甲查某囝中间即个连结，都要用5点钟开车的时间。即个老爸甲即个顾问讲了，伊家己有一个真深的思考。伊讲迄个5分钟，就是伊咧甲伊对话，因查某囝是安来找伊的。5分钟了后，会改变伊一生。伊讲，伊转去到厝，就开始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对你即个老爸伊的观念，求你教示我安怎甲我的囡仔建立关系。即句话，互咱感觉讲足直咧就对啦吼。5点钟为着食顿饭，世间也无正在即款代志。但是伊是咧表达讲，即老爸甲查某囝的关系亲密到，为着要讲话，竟然甘愿开5点钟的车。箴言17章第6节，B 就是咱拄则读的第2段，讲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迄个关键是啥物？就是做事大人的，咱容易足简单化，讲我著趁钱转来。我著为我的囡仔准备一条教育基金，将来有够人去读册毕业，甲你栽培大汉，掠做讲我的责任就了啊。但是若是照圣经的话，伊讲遮的拢是次要的呢，是关键是讲你有愿意甲你的儿女做伙无？甲因相处无？关心甲因问问题，甲因问，表示你传递一个足清楚的消息。你足在意因的，你足疼惜因的，愿意开时间甲因做伙。讲甲老爸做伙，会互囡仔的心点倒，
对咱拄则读的迄个第二个原则讲，老爸对囡仔所讲的话，来决定因的形象，嘛咧决定因的命运。佮另外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医生的朋友吼，伊工作时间足长啦，咱知影讲医生爱看诊足无用。伊在提起讲，伊对个囡仔有点仔担心，感觉讲改成囡仔成长过程中间，甲因斗阵时间真少，感觉即个囡仔隐隐约约吼有点仔代志的感觉。伊就甲即个顾问讨论即个问题，到底问题出伫倒？到尾伊决定，讲本来迄个拜六吼。伊要甲伊个朋友去拍高尔夫，咱知影讲做医生足需要放松嘛。朋友招好后，要去拍高尔夫，来享受一个足迄个快乐的下晡。但是伊甲伊个朋友取消即个约定，伊用2点钟的时间去陪一个12岁、14岁、甲16岁3个囡仔，做伙去拍篮球，讲迄个礼拜日的暗时呢，因的囡仔拢亲自来，甲即个做医生的爸爸讲：“爸爸，真多谢你呢，多谢你教阮做伙拍球安尼。”即个医生过礼拜甲即个顾问见面吼，目睭含着目屎，讲伊了解。明白讲，伊囡仔成长中间，伊缺失吼，伊缺失。虽然物质上无欠，但是人欠。伊的缺失就是咧，甲囡仔传递一个足明确的消息，讲恁对我无啥物价值，我毋免开时间伫你身上。安尼听有意思吼，就是讲，当你无爱甲囡仔做伙，囡仔会理解是讲，哎呀，伫阮老爸心中哦，我这是。不算东西啦，伊的代志较重要，伊的朋友较重要，我是次要的。但是当你若改变迄个观念，讲孩子，你是我心中上重要。所以即个做医生的朋友讲，伫囡仔成长这段吼，伊就忍耐啦，甲伊爱拍的高尔夫放一边，因为知影讲无几冬伊的囡仔就要读大学啊，佮要招嘛无效啊，就对啦。所以甲迄几冬重要的时间留互家己的囝子。所以拄仔咱看迄字，迄个希腊字的撇拄即字，互咱几项的学习啦。就是讲，你要检验你爸囝的关系的时间的检验，这个检验真宝贵、真重要。第一是讲爱确保安全，囡仔需要知影伊也是查某囝也是后生，会当分享任何的内容，袂互你批评甲生气。这点真重要。咱真侪爸母吼，关心都有关心，无2句话你就生气啊啦！这囡仔讲吼，安尼以后我也敢甲你讲，我宁可甲我的朋友讲。所以你较安怎无理吼，你拢爱听好了。互伊知影讲，我甲老爸讲的话吼，老爸是足诚意的，袂生气，袂批评。第二，你的学习会晓问啦吼，了解因内心要想啥物。了解因咧想啥物，才会当用入去伊内底。检查你会当用简单的问题开始，讲最近安怎有啥物好的朋友无？你读册啥物情形？用迄上简单的问题开始问嘅，问学校、问体育、问课程、问人际关系，问任何伫因生活中你想要了解，毋是袂情嘅就先甲讲，你这毋对，你迄毋对，你哪要安尼遐戆？就先听伊讲，等于家己当作是一个好朋友的时阵，伊讲出来话才会完整，伊心内会欠缺甲无够，才讲会出来。然后你才有机会通甲伊对话，来调整。第三就是，你要学习用囡仔做中心，你的行动赢过你的语言，假使你会当小可较吞润就对啦。毋是家己一直讲话，是互囡仔讲。无论什么时阵，你甲囡仔做伙，注意力拢集中伫你身上，传递迄个有价值的信息，传递迄个伊是被爱的，就是讲伊足受老爸所疼。还佫一句话讲，
闭上嘴，用心听，这也是咱成功的背景时间的重要。咱拢知影讲心内所充满的话，嘴就讲出来。咱若对囡仔已经有一个继承的观念，你就随便讲你要爱，但是囡仔伊就讲袂出来。你敢有法度能够忍耐出你？人讲父母是在上嘛，囡仔在下，你会当改一个角色讲，互囡仔讲看觅。当囡仔讲话的时阵，你会当了解伊对什么代志有趣味，伊拄着什么问题，伊拄着什么款的挣扎，还是拄着什么款的伤害，伊会愿意甲你讲。若无去找遐个无经验的人讲，别人甲建议歪出去啊。最后一项就是讲，一个基督徒的父母甲囡仔的时间，这点足重要，是最后一点啦。囡仔当然伊若愿意讲出伊的困难、伊的挫折、伊的甚至无正确的想法的时阵，伊讲会出来，就是伊伫的时刻。若无讲出来，伊就讲好啦，无代志啦，足好安尼。最后一项就是祈祷。当你甲囡仔自责的时阵，你会晓牵着伊的手讲，来，咱拄仔讲的这个话题咱大家做伙来祈祷。有时我看到讲，有的做父母的陪囡仔去麦当劳，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生活那点，但是当囡仔讲爱食麦当劳，你陪伊去的时阵，毋是为着食迄顿啦，是为着伊欢喜将心内话讲互你听。所以当你重视伊讲的话，然后用这个话题做祈祷的时阵，伊就袂拒绝你招伊祈祷啊。意思是先有一个铺排就对啦。伊愿意将家己的心思讲出来，然后你带伊祈祷，若是讲表示老爸关心伊，是把伊的问题带到上帝面前安尼。咱阁看去《箴言》24章34节，即句圣俗的俗式的经节，伊原来经文是讲：万物因为智慧来起造，搁因为聪明来立稳，其中因为知识充满，财物充满，伊就是讲有充满足侪儿女啦，就是逐样美好的宝贵甲财物。这个充满是包括儿女哦。所以兄弟姊妹，伊的重点是囡仔的生活意思是你爱欢喜，甲伊单独有迄个时间。特别咱鼓励现场，咱这的兄弟，若是你囡仔到伫青春期的时阵，你会当安排甲伊独处的时间。独处，因为这是一个建立稳固关系的模式的时期啦。学习安怎甲囡仔做一个较深沉的交流，需要一个时间。等于讲，这个时间是一个足好的投资。咱讲，亲像咱咧投资安尼，迄高红利的回报。当你的囡仔甲你有一个足深沉的交陪，而且是独处的时阵，伊会甲你当作是一个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毋是家是一个讲，迄是我的提款机，迄是我有欠钱的时阵才做的对象，是一个我愿意甲我家己的困难、心事，也是经验分享的士大人。申命记6章50到70讲，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话拢着记伫心内，嘛着温存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也是伫路呢，落来也是起来，拢着互因听。这个话咧，甲咱讲什么呢？咧甲咱讲，上帝话拍动儿女，你的确互伊触动。上帝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主恁的上帝。伊爱咱用这个来教囝，安尼表示什么？是关系做优先的，关系做优先。所以当圣经的真理印伫咱的生命中，你才会当传互你的囡仔。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父母用心了解儿女的生命的中间发生的代志的时阵，拄仔囡仔家己有拄到一寡困难，还是挫折，还是即摆考试考了无好，有时是颠倒是即个时间是你上好甲伊做伙的机会。咱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将基督的生活做教条啦。讲你着安尼，敢若一个冷冰冰的
迄个规矩，无甲即个信仰成做一个生命伫个身上。较正确的就是圣经所甲咱讲，上帝用建立关系做即条圣经的开始。上帝讲听上帝听我，即个会甲咱做父母的什么款提醒呢？就是讲将即个命令做起点，来甲咱的儿女讲，甲因讲听上帝，建立即个模式，就是甲因讲你要安怎甲上帝相同行，上帝用即个咧教导你。所以咱毋通甲圣经的话做冷冰冰的标语，也是一个好亲像一个规条，是讲听上帝，听上帝表示听老爸，听老母，爸母听囝儿，迄个关系比任何搁较优先，搁较要紧。所以最后咱兄弟姊妹大家互相通过今仔日主题讲。做父亲的天职，爸老爸是儿女的荣耀，是咱用模样，成做一个上有效教育的方式。因为咱的儿女是要看见你安怎活出所想要教导的真理啦。圣经才会三项圣经的原则，我往问讲，咱做爸爸的吼，搁甲读几遍啊看嘛呢？啊，你伫小组内面吼，看会当家安尼简单的意思，讲甲记起来。培养儿女是老爸的天职，儿女伊心中的形象是出对老爸对伊嘴中讲出来的话。父母对囡仔的观念，要决定伊的命运。父母对囡仔的迄款看法，会影响儿女的即个一生的命运。这是咱做老爸袂当提示的，因为这是上帝所予咱一个模式，一个恩典。我望每一个做老爸会当尽着伊的天职，也互儿女感觉是荣耀。咱即时要三甲来吟首诗歌来作为祈祷吼。这首诗歌就是主的福音真道理，咱三甲来吟这条诗歌，大家坐咧吟就好。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解释。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实。咱在天父所欢喜。见识我你可救主，真爱行好缘根，着结诚信的果子，仁爱和平甲欢喜，仁爱仁慈甲良善，温柔节制个良心。求诚心来扶持，赞我心中那个天，世间小情放后面，专心对主无三离。主的福音真道理，咱爱听，搁去行，因为主爱咱结迄个水的果子。兄弟姊妹，伫今日爸爸节的即个感恩主日，咱为着几项事三甲来公道。第一项，咱为着每一个爸爸献上感恩，求上帝互因知影，做爸爸伫身上，上帝所互因迄个美好的应允、业力甲调明，就是诚侪儿女的荣耀。这儿女的荣耀，爱透过圣经的教示。甲囡仔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咱求主成就，才会做爸爸伫儿女的身上，或者儿女真正大家拢是爸爸的荣耀。第二，咱为着
这2礼拜台南地区落遐尼大的雨水，有真侪所在还搁咧淹水中间。咱求主怜悯，才会救灾，才会恢复的工作会当真顺遂。咱也求主保守，互咱伫即个天气变化的中间，咱大家出入拢有平安。第三，咱为着今仔日爸爸节，后礼拜咱要迎至49周年的感恩主日，咱也等于是要50周年的鸣枪起跑。咱求主带领，互咱毋是为着闹热庆祝，是为着咱要听到一个50禧年上帝互咱迄个美好的目标甲应允，大家欢喜有份参与伫起造，参与伫种种的活动中间，互家己搁较搁较成长，互咱所有的50禧年的安排，即个庆祝拢会当真顺遂。第四，咱特别为着咱教会中病痛兄弟来祈祷。咱伫周报内面有真侪代祷的消息，伫咱代祷路群组嘛有真侪代祷的消息。咱特别提名，也是为着你所认捌有拄着病痛兄弟来祈祷。有的是伫厝里静养的，有的是伫病院咧接受治疗照顾的，也有的有癌细胞的攻击的，求主亲自赐了医治伫因的身上。为着你所关心的亲人来献上感谢，咱为着这事，照你所有得到的感动，同心为着这事来祈祷。谢谢上帝，感谢你恩典甲保守，圣神做康受恩赐福，保守阮伫上帝听下面享受上帝你的恩典甲疼痛。愿主的恩甲阮同在，喜乐甲阮同在，快乐甲同在。俾上帝感谢你，恩待甲固守。但阮为着每一个爸爸献上感谢，阮为着这个大雨的中间拄着伤害的这个百姓祈祷，求你保守阮紧紧得到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也求你保守阮今日50禧年一切的时间甲各位拢顺遂。求你也保守病痛中的兄弟，求你施到你的医治、你的头帮、你的安慰、你的扶持。感谢你，主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无受到雨水的阻挡，会当伫今仔日大家做伙为着每一个爸爸献上感恩。阮家己有领受到这个祝福，是因为上帝你对家庭、对父母、囝儿的这个美好的设计。阮求你，互每一个爸爸活出圣经中迄个上至宝贝，就是建立美好的关系，甲儿女有上帝福音、健康，上帝所祝福的迄个天职有表达出来。愿主你赐福每一个爸爸有迄个气力，有迄个信心，特别有迄个意志，行出老爸的天职，互儿女真侪荣耀。我求你保守阮，伫即个风雨的中间，有侪侪的所在，也阁淹水，真侪的农作物，真侪的厝体拢受损害。求你保守带领，互政府甲民间大家努力紧紧拍拼来恢复，才会侪侪的受损的，才会残垣厝体。我求你也保守阮迎至50禧年，对后礼拜开始就进入到倒数计时。上帝，阮求你帮赞，互阮毋若是有心参与，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担负这个要紧的角色。阮就是同心一意，要追找上帝你伫阮富强教会所定了这个美好的方向，就是富强50来向上帝跑走。愿上帝你也来保守带领，阮中间兄弟姊妹有病痛在接受医治的，无论是伫病院接受照顾，伫厝里咧静养，也是伫癌细胞在攻击，需要进行各种特别的治疗。愿上帝你开恩施了你的医治头棒，互因得到好的效果，会当恢复因对你来领受的健康。爸上帝，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你，每一个家庭交托主，无论伫现场、伫线顶，阮大家人拢有份参与伫上帝你上帝国的起造，也阮的国家、阮的社会也求主亲自固守，互阮有领受你来平安。伫你面前，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奉献。
请会长起立念奉献的诗。会长，请坐。是我来报告，无报告大些，请咱掀开周报的后一面，上尾仔，咱来读即个月金句，以有所书6章第1节，咱做伙来读2解。做儿女的着好好顺服父母，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咱搁读一解来。请咱掀开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的事的是吴信昌长老顶周的出席报告，咱请家己来看第3页。伫第4页，集体交通。第1点，本会今仔日举行父亲节感恩礼拜，由主日学生参与2场的献诗，小朋友的献诗甲祝福，愿上帝来祝福各位老爸，有上帝恩典伫每一个顶面。第3点，第2点咱请咱家己来看。第3点，本会定伫后主日举行释教49周年的感恩礼拜，甲圣礼典洗礼式2场。下礼拜咱要合作1场，礼拜对9点开始。第4点，本会伫7月28开始来做教育中心的装修的改善的工程，邀请兄弟共同来关心咱的经费的奉献。伫遮因为顶礼拜的关系，咱的影片有伫遐紧吼，咱会当搁请咱的影音的同工，甲即个影片搁添放一解，互咱详细来看。咱详细来看咱的装修的工程，甲咱的现金，这就是咱的落去的时咧看到的，头前即几张，请咱详细来看。这就是现今已经做好的工程。这是咱伫1楼甲2楼的部分。伫咱的林顶，迄个是现今的；伫下底，伫咱的下底，这个是咱现今要有预定做起来的实际的装潢的。这是咱地下室的厕所，所以咱即摆做起来就是安尼。伫即届装修工程咱伫1、2楼拢有做一寡改变，请会友来共同来配合。除了即个50许年的筹备的工课以外，咱的经费甲地下室的1、2楼咱的工程的财务的支持特别伫遮，咱也感谢兄弟姊妹伫要来的日子继续来支持即个工程的奉献，多谢各位。伫咱要奉献的时，咱会当特别为50许年来奉献，互咱的经费无拄着真济会无够额，多谢兄弟姊妹的支持。好，咱继续来看周报的第5页。伫今仔日咱要举行
8月份的庆生会咱等下结束了，咱来举行。第8点本会生活队长的夫妇的查某囝要来结婚咱伫8月30，伫9点伫咱教会要举行规定的感恩礼拜，甲伫中昼12点伫大堂的中英酒店。咱若有要参加的人，请咱今仔日伫咱的公报栏来登记。第2点，本会陈中和兄弟伫8月3號甲31號伫東門巴克的紀念教會來舉行伊的畫展，請咱有這個時間請咱家己來看，前往來觀賞。第9點甲門道的培養，請咱家己來看。咱看第6頁甲第7頁，第7頁是咱的奉獻的記錄，請咱家己來看，然後出入，請咱甲咱的幹事也是財務部的同工來更正。以上報告，咱請牧師來補充報告。各位兄弟，我來介紹一位朋友叫做區模記草帽子弟兄，有來參加咱的聚會，咱歡迎伊，歡迎伊，歡迎好。咱送一個小禮物給伊，多謝，好，多謝，歡迎你來，真濟多謝。謝謝，好，謝謝。我補充2、3項，頭前就是咱這個投影片有出來50年的這個感恩，咱拄則有聽見咱的大義長老，就是咱的主講長老報告咱對後禮拜開始等於起跑就對，就是對後禮拜開始連續一冬久，咱要用各種的造就啦，各方面的活動啦，演習啦，來誠做咱慶祝50年，咱會出紀念節，咱有各種的活動，其中呢，咱是特別講已經到50年咱除了遐活動慶祝，攏都愛準備以外，咱就是希望講，咱對面這大樓拄好，佇咱咧起禮拜堂的時陣，迄個大樓咱拄甲買起來，佇遐使用已經15棟15棟，佮即棟大樓事實已經起好30棟啦。咱想講，即個時間，咱建堂已經完成10幾棟嘛所以咱是毋是趁即個機會，用50年，誠做咱一個共同的目標，甲咱地下室1樓甲2樓的空間都定一個定心的整理。可能有的兄弟有款的觀念啦，有講物件都會用一道好罔用事實咱知影，現代人的觀念毋是會用一就好，是咱要互伊一個足舒適的空間、視覺體驗，會通增強咱真濟活動迄個活力。所以咱想講，照即個50年，咱家己做一個改造。所以事實有寡費用是開銷佇遮做作。你意思講，咱本來分5、6棟、17棟要做的，咱集中伫50年，互咱感覺有一個全新的感覺啦，全新的體驗。所以要喚起咱兄弟姊妹，你若有感動像咱10幾年前咧奉獻迄個建堂共款，即邊咱雖然較規模較小，但是咱嘛是真濟的費用放佇即個做作的頂面。了後，咱佫辦活動啦、出版物件，當然是愛開銷所以鼓勵咱兄弟姊妹有一個備辦啦，講像咱做月獻安尼，逐個月為着咱即個50年來做奉獻，到明年咱事工的結束第2個要報告的就是講，咱來看週報的即個第9頁第9頁，即第9頁就是印出呢。咱教會迄個要徵求2首詩歌的譜曲的即個比賽，咱倒評即個叫做“經繼續傳，志繼續野”，是咱李信尼老師寫的台語的你讀個順，若有啥物旋律出來，甲寫即個歌來投稿第二首詩歌是華語的，就是敬拜讚美的詩歌。4年的號角響起，咱這2首你開始祈禱看會當，你有一個感動，寫出詩歌，大家來唱你做的曲，
哇，实在是足好。啊，咱还佫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开始慢慢啊运作吼。过来这项就是安怎呢？就是咱下面咱教会有发表这个50禧年的一个标志，啊个标语吼。啊，咱已经印伫周报顶悬啊，咱看足侪摆啊，咱楼骹嘛有看到吼，一个5，啊50看起来都无像50，啊可能大家无了解意思。啊，人咱青年吼，就是佳美吼，伊设计这足有意思哦，内面拢有解释，你看，吼有解释哦吼，啊，佮迄个50，即个是。咱先看迄个图吼，这50迄个5吼，伊有是甲变化做无限大。吼，咱若读数学就知影讲无限大。啊，所以表示咱教会50毋是一个终点哦，是一个开始吼。啊，用这个50啊一个变化的迄个字，啊，互咱知影讲富强教会一个活力要向前迈进。啊，咱定选的标语就是富强50吼，向神奔驰。啊，即句是其实吼。咱找足侪啊，其实这是第一句啊，有够厉害哦！第一句想到后，啊开始研究，写，大家嘛感觉第一句较理想，所以投票变50禧年的标语，富强50向神奔驰啦吼！啊，我报告了，我要代表教会吼来送一个小礼物，啊，咱等下请咱的50周年的这个筹备会的这个。咱的主席吼，咱的满足长老嘛，准备来头前吼，来送礼哦吼。我要补充这样，就是讲后礼拜，咱后礼拜吼49周年吼，啊，咱要联合礼拜，所以对9点开始吼，请大家9点开始，啊，咱有圣歌队音乐团啊要来献唱，啊，咱有洗礼，佮有圣餐，啊嘛讲咱大家拢好齐做伙来吼。今仔日因为有丰富的关系，大家。可能有的人无来，但是后礼拜无受影响。啊，咱也要补送这个800节礼物哦吼，啊，所以大家拢做伙踊跃来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小等下，咱礼拜煞请问者随离去，咱要为着8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好来，我要报告吼，就是讲咱来发表这句富强50向神奔驰咱的3营执事，所以教会要送一个小礼物互伊来，请3营执事来，请班长长老来头前，啊，咱来送礼，啊，来表示祝福吼。就是啊，咱另外吼这个设计这个50这个标志的吼，是咱的佳美啦吼，佳美啊，咱伊第2场才有来，咱来送礼物互伊，多谢。做伙来起立迎上迎，吟诗完，咱请牧师来祝祷。仁爱交真，路上的我最欢，最我中部强力万贯，路星星感化最近，树连连温慧之心，路呀所想家相信三位一体，齐心齐心。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甲所有做爸爸的三甲同在，也享受平安喜乐，互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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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
咱请这麦岛准备要来庆生。咱8月份的寿星，印伫周报的第5页。咱要为着8月份的寿星，请徛起来，阮甲你唱祝福的诗歌，然后咱要请过寿兄弟来分蜡烛哦，咱来唱这条生日快乐歌。请8月份的寿星起立，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出祝福给你，祝你生日快！唱英文嘞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咱请秀雄姐来，秀雄姐，要暂时把口罩拔起来，咱请伊来分蜡烛，代表哈寿星，来看翕相哦，来。好，开始来，拍拍啊，鼓励！咱为着寿星来祝福祈祷，无论伫现场伫线顶，咱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阮为着8月份的寿星，这兄弟姊妹细囝献上感谢。愿上帝大恩改变同在，享受上帝所赏赐迄个美好、恩典、疼痛，也伫兄弟姊妹亲人的庆祝中间，享受着生日的喜乐，特别互因伫工作、生活、家庭、囝儿事岁，上帝你的温暖甲因同在，也活出耶稣基督，互因美好的形象，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伫每一个寿星的中间。感恩祝福，为你也保守，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小等的礼拜三转去路站，一路拢平安。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多谢，咱今仔日中昼无中昼顿哦，咱暂停，但是嘉宾厅、家己厅有准备，嘉宾厅有准备，大家欢迎做伙来，大家平安，好。